以現代風木質色調作為色彩主軸。客飯廳採用開放式格局設計，令落地窗嘅充分採光能夠優雅延伸至整個公共空間，令明朗愜意嘅光線自由穿梭於空間之中，糅合暖目，襯托出大自然嘅放鬆情韻。封閉式櫃體其實就係引用系統櫃嘅概念所規劃嘅系統電視櫃，透過門片將收納空間遮掩，就算擺放再多物品，視覺都唔會變得雜亂，更能將視線聚焦響電視上，有更好嘅視聽體驗，亦唔使擔心物品跌落嘅意外，適合屋企有小朋友而且喜歡極簡風格嘅屋主選擇。加上夫妻仲有好多雜物同埋一座鋼琴需要展示同埋收納，巧妙響收納櫃同埋吊櫃之間嵌入開放琴房，更延續收納機能。偶爾飄送嘅音樂旋律令家居空間增添人文氣質。屋主有聘請工人嘅需求，所以特別預留咗工人房，打造咗一張簡約嘅雙層床，處處蘊藏收納機能，可以擺放行李同埋雜物。至於主人房空間，則延續公共空間嘅暖木色調，以及簡約風格嘅家具選擇，醞釀出舒適放鬆嘅居家氣氛。床頭有大容量收納架，兼具收藏同埋展示機能嘅櫃體，可以俾屋主擺放紀念品同埋裝飾。將衣櫃按照唔同衣物收納需求，利用複合式櫃體設計，打造全面嘅衣物收納機能。隔櫃同埋層板可堆疊 T 恤同埋帽，需要防塵嘅衣物就可以放置響櫃桶裏面，而大褸、長褲等則可以利用吊掛五金可線收納。一個人工作容易分心，設計師規劃可以同埋另一半共同使用嘅書台，而雙書桌又可以各自獨立使用，搭配充足嘅插座、文件收納櫃，令響屋企工作效率大幅提升。尺數細嘅浴室，洗手台下面設計成半開放規劃，使用上更具實用性，視覺亦可以達到極簡通透嘅效果。浴室設計鏡櫃亦能增加收納，俾沖涼前後用嘅卸妝洗面用品同埋保養品一個安身之處，亦可以俾洗手台面唔再堆滿瓶瓶罐罐。小朋友房以淺藍色打造，營造一種自由無拘嘅感受，亦係小朋友嘅夢想天地。小房間如果夾硬要再擺張床，只會令空間更細。利用系統櫃訂造床架，再順着牆身柱子打造，位置夾得啱啱好，唔浪費寶貴嘅空間。床組下方同埋床頭為收納區，可以收納小朋友嘅衣物同埋兒童用具或玩具，再配置書台同埋吊櫃，學習氣氛非常良好。呢間睡房嘅衣櫃採用完全封閉式嘅設計，以維持空間整體視覺嘅乾淨利落。除此之外，設計師沿住牆面配置衣櫃同埋工作台，唔單止滿足收納需求，亦將機能整合響一齊。木系廚房係療癒風常見嘅搭配色系，而木質本身擁有多種紋理同埋色調，都係一種經典而襟睇嘅選擇。透過唔同嘅材質同埋配件搭配，就能創造別致嘅經典木質風格。另外，以 L 字形同埋一字形打造，擁有大量嘅收納機能，能擺放各種料理機器。家中多人同時下廚時，走動都十分流暢。普通浴室嘅鏡通常同洗手台嘅尺寸互相呼應，
限制咗放大浴室視覺嘅可能。設計師巧妙將鏡面嘅尺寸放大，唔單止營造出寬敞開放嘅感覺，鏡面裏面仲增添儲物功能，收納容量同時倍增。